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驶向审判跨上，我呼求你。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你的难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
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实相，审判跨上，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高贵且能神，愿歌颂的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是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他，他要赐给我们大大的能力，带领我们离开旷野，离开黑暗。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用更大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的主。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们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落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将荣耀归于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阿门。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挣扎。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咒诅为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
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是的，他是带领我们走出旷野的主，我们能够用什么来回应他给我们的爱呢？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尊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你是我完全，在创世之前，你已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尊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已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
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余生为你成为祝福。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余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所以我们承认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无论环境如何，我们愿意将自己全然摆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洁净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你尊贵合用的器皿，在这世代活出荣耀你的生命。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专注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灵里得到饱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过去1年从岁首到年终的看顾及保守，赐下许多的恩典，也请求你今年持续的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多的亲近你，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透过圣经共读，一起灵修，生命影响生命。最后也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能力，供你圣工所用。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礼拜的经文。我们读华语的读2次，预备来。王要把这卷书放在身边，终身研读，学习怎样敬畏上主，切实遵行里面所记载的一切法律诫命。申命记17章19节，再次。王要把这卷书放在身边，终身研读，学习怎样敬畏上主，切实遵行里面所记载的一切法律诫命。申命记17章19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报告啊，小会的报告。2026年定期的会员和会，在2月8号的早上9点30分哈，当天只有一场礼拜。然后会员的名册啊，在公布栏有公布。那如果有异议的，请在2月1号以前向小会的书记丁教硕长老来提出。
那无法参加的陪参会员，请于2月7号以前，以书面的方式向小组长跟小会书记来提出。好，小会消息第二，3月8号是第2次的圣礼典，那预备要有成人洗礼、坚信礼跟信仰告白小儿洗礼的，在2月15号以前向区长跟小组长来报名。那如果你要接受成人洗礼跟坚信礼，必须要上完基要真理的 A1 的课程，好，请注意。好，下一个，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哈。已经开始了哈，如果有登记那个圣诞红义卖的，已经有登记的会友，可以等一下礼拜结束之后到1楼去领取哈。好，社区接待组志工队我们有一个训练，社区接待的训练时间是1月31号的早上，礼拜6的早上10点，在49号的1楼，那请社区接待组的志工来参加。那如果你有兴趣的，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好，再来，阿嘎北牧区的青年礼拜，在今年有亲子礼拜，今天有跟我们一起参加礼拜，那结束之后呢，在这边可以一起用餐来交谊。好，再来115年的互助社的会员大会，在继第1次的常年的教育训练。在本主日的下午1点到3点的时间，在本堂的2楼举行。那12点半到1点半，我们会发放那个摸彩券。那不是本会的社员还有逾时的超过时间的，我们就没有发放哈。那个时间12点30到3点，社区的办公室是没有开放的。好，再来刘子俊牧师的生命讲座。在2月1号下主日的下午3点到5点，地点在这个地方33号，主题是从死亡看基督徒的生命，这是暂定的题目。那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好，228纪念主日，这是教界的消息，时间在2月28号礼拜6早上的9点，地点在新竹圣经学院。那如果要参加的，请在49号的1楼中岛49号的1楼中岛来登记。好，这是肢体的消息嘉陵小组的谢松郎老师蒙主恩召1月24号礼拜6安息主怀，享年88岁。那2月7号礼拜6早上9点半有入殓暨告别礼拜，在桃园的殡仪馆。那11点是火化礼拜，那1点30分有树葬礼拜。那请弟兄姐妹关心代祷。好，再来来宾介绍好，谢谢。好，我们先欢迎我们这个礼拜有阿嘎贝牧区的小朋友跟老师还有家长，那我们起立好不好？欢迎你们，让我们今天华语礼拜很多人。好，我们请阿嘎北牧区的小朋友们、家长们、老师们，请你们起立。好，我们在两边都有拍手来欢迎他们。好，牧师好，知道说我们的还有幼的学生有8位，好，然后我们国小的学生有30位，然后还有家长有50位也在我们当中。好，我们再次拍手来欢迎他们参加我们的亲子礼拜。好，请坐。好，请坐。好，接下来介绍廖立志弟兄，好，站在哪边？好，我们欢迎你，好，拍拍手。好，欢迎你。然后再来联恩会的弟兄吗？好，姐妹好，好，我们欢迎你。好，再来是敏华的妈妈，对不对？那个王蔡月女士，好，我们欢迎你。好，是敏华的妈妈哈。然后还有另外我们很久没有看到的郑龙弟兄，还有那个静华姐哈，好，从澳洲回来的哈。纽西兰回来哈。好，我们欢迎你。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昨天在教会有举行婚礼啊，好是这个雨辰好跟他的太太 Christine 好，那今天雨辰新郎新娘好在我们当中，还有 Christine 的妈妈，还有她的妹妹好在我们当中，我们请他们起立，好，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好，欢迎你们。那也恭喜邱医师还有傅芝姐，好也谢谢大家好在昨天的协助还有参与和祝福，好我们也为他们来恭喜祝福，好请坐。好，请坐。Please be seated。好，再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申命记》17章14节到20节。那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们站立了上主，你们的上帝要赐给你们的土地，在那里定居后，如果决定要像列国一样有自己的王，就必须立上主所拣选的人。你们必须立自己的同胞做王，不可立异族人。王不可拥有大批战马，不可派人到埃及买马，因为上主说过，他的子民不可再回埃及。王不可有许多后妃，免得被诱惑离弃上主，也不可为自己积存金银，吞吐财富。王登基之后，利未祭司要抄写一份上主的律给他。王要把这卷书放在身边，终身研读，学习怎样敬畏上主，切实遵行里面所记载的一切法律诫命。这样他就不致骄傲，违背上主的命令。他将长久统治，他的子孙也将继续统治以色列。好，以上。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本会的主任牧师陈柏志牧师来讲道。他所要讲的题目是从教会到社会，从教会到社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好，很高兴看到我们今天有我们教会的阿嘎培牧区。有儿童主日学的师生，还有家长，一起来参与礼拜，然后让我们这个聚会真的是更年轻很多因为我们教会呢，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那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刚才讲错，超高龄的社会，教会也是一个超高龄的教会，可是我们看到有这一群的年轻人马上把我们的平均年纪怎样？降下来，我们变成是一个年轻的教会所以跟你旁边说，今天你看起来非常的年轻，今天你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我相信上帝的话呢，会让我们越来越有生命，越来越有活力就如同孩子能够充满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那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就是做礼拜敬拜神，所以在今年我们从生命记呢一起来学习爱神的核心有4个动作就是要听、行、活、录。好，请大家再来复习一次，听、行、活。好，小朋友说一次。好，我就越讲越小声。好，这个听呢就是要听上帝的话，行呢就是要听到要去执行遵行，活呢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活出来。路呢，就是当我们把这样做完之后，上帝就会带领我们进入那美好的境界，就是圣经说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牧师也跟大家分享，在申命记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就是以色列你们要听，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Shema， 这个听呢，就是要注意的听，要怎么样的爱神呢？有3把钥匙，第一个是要尽心，第二个呢尽性，第三呢尽力。好，所以尽心呢，就是你要 nefesh 就是你要用你的心去爱神。尽心呢是用你的性命 nefesh， 尽力呢就是你要me'od的要去爱上帝。所以透过这3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去爱学习爱神。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到了新约，我们爱上帝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学习爱人怎么样？如己，就是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爱上帝跟爱人如己。好，所以我们说一次爱上帝。第2件事情，爱人如己。
所以这2件事情呢，好，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操练，好是不够的。但是呢，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来做爱上帝的工作，好，因为我们会来，今天很高兴看到王弟兄啊，还有陈吗？苏姐妹，好，他们是第2次来参加聚会啊，我们也要拍手来欢迎他们，好，从台北来参加礼拜啊，好，那爱上帝就是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来到上帝面前，好，来敬拜他。但是呢，神要我们把这样子对神的爱呢，还能够带到社会当中。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也是从生命记当中所学习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对神的爱满满的爱，好，知道神这么爱我们。但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份爱呢，也能够带到教会的外面社会当中。我要透过接下来这一段的影片，好，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影片呢，好是牧师去参加1919单车环台的时候，所拍的精华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影片。转动车轮，喊着齐心齐力 ，Go Go Go 的勇士们，不是要为自己证明什么，而是透过实际行动，踏入急难现场。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把金钱或者是什么送到偏乡，是真正的去用爱去行动去关怀。我觉得那是生命影响。不是要为自己证明什么，而是透过实际行动，踏入急难现场，也能使我们更体认急难的难处。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把金钱或者是什么送到偏乡，是真正的去用爱去行动去关怀。我觉得那是生命影响生命。过程中充满各种挑战，也能使我们更体认急难的难处。有这个1919帮助了我。把爱与关怀送往真正有需要的地方。2025年，我们集结了台湾4大极点，在富贵角。我们顶着把人吹歪的强风，我看见许多人站在生活的边缘，快被遗忘了。在三貂角，正午的阳光没有阴影，这提醒我们，救助的工作就是要让困境无所遁形。这一路，我们不是在看风景，而是在找影子。车队进入到苏澳与光复，我看着墙上褪色的水痕，深刻体认到，其实真正的难关是在新闻热度退去后不再被关注。也没办法继续做了，都被淹没了。人家不敢住这边了，稍微下雨我们就怕了。而他们必须独自面对复原的每一天。急难家庭不一定是不努力的人，有时候他们只是来不及承受那接二连三的发生意外。急难也许是在新闻结束之后才真正的开始。在都兰，我们亲手打包食物包，在沉甸甸的袋子里，装的是让他们在困境中撑下去的安心。到了七股，进入遭受风灾的家庭中，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协助受灾家庭组装衣柜，让衣物可以更整齐地摆放，恢复家的感觉。虽然我们汗水浸湿衣衫，但心里很清楚，我们是带爱而来的。这趟路，我们也走进企业，看见资源如何精准地接力。我们也走进陪读班，看见孩子里眼里的希望正在萌芽。从职业分享引导他们对未来的期盼，以及如何逐梦踏实。环台一圈，回头看这15天，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地图上的线条，而是一个又一个在困境中努力撑着的人。
我们不是看自己的小、自己的没有，而是看到我们已经有很多了，我们还是可以去帮助别人，去照顾别人，去关心别人，然后真的不要只透过手机、平板来认识台湾这块土地跟上面的人，真的要实际的走访，然后仔细的去看过，那种感动或是那种贴近，才会是真实的。我们的启程因着逆风一路北上，东北季风迎面而来，如同急难家庭所面对的难处。当骑不动的时候，彼此需要被鼓励与陪伴，一起跨越困境。1919爱走动单车环台为急难家庭募款，虽然只是骑了一段路，但我们希望能替急难家庭多撑一段人生。我们就是急难家庭背后的那一把手，我们就是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可以继续向前行。我们今年一共募款到了2130,547元。24年，17400个家庭，这趟旅程看到需要，给予适时的帮助，因为爱永不止息。1919爱走动，齐心齐力 ，Go Go Go！ 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我们用拍掌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那这个影片呢，不只是带领大家环岛，用最短的时间看见美丽的台湾。这个影片呢，还带领大家看到在台湾当中，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平常没有接触，还有很多的人他们生活遇到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捐款，透过祷告，透过实际亲身的拜访，能够知道把上帝的爱要从教会带到社会当中。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读圣经、成为一位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有社会责任。好，跟你旁边说，基督徒有社会责任，基督徒有社会责任，不是只有企业家，好，不是只有每一个公司行号大企业。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好建了一个教堂，然后把十字架挂上去之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有责任要成为光和盐，让人能够看见神的爱，要在这个地方好来彰显。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好，牧师要来透过4个问题，也是我们在社会当中很需要来解答的问题，
来特别考考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好，来考考你们。这4个问题，听听你们的答案是什么。首先第一个问题，你觉得手机重要还是网络重要？哦，小朋友，你们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好，如果是你们再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他们有能力买好一点手机，他们觉得手机重要。可是呢，比较小的小朋友呢，他们对手机比较不会那么挑，可他们觉得网络重要啊，因为有时候爸爸妈妈会断他们的网络啊，好，拿了一只手机也不能上网，好，那只手机就算你最好的手机也不能工作。但是呢，你知道吗？手机比较贵还是网络比较贵？哦，这样大家的意见不一样啊。哦，你知道一只 iPhone 手机大概多少钱？照片上面就是3、4万块，好，要3、4万块。但是呢，好，因为上个礼拜我帮我的岳父要把他的手机门号要改费率哦，所以呢，我就去问中华电信，请问你们月租费最便宜的多少呢？他说599，好，最便宜就599，好，就在民族路桥的中华电信。那我说，可是呢，我的岳母说，听说有一个65岁的老人的方案，好，只要199，他就说，哦，有啦，有199，可是那个讯号很不好，那个流量很快就用完了，知道？然后呢，我拿了一个这个目录回来，好，他从599、799、999、1399一直上去，最高一个月租费多少呢？2599。2599，好，一个月的月租费2599，我帮他算了一下，好，2599还要绑约36个月啊，大概你要花3年，你要花9万多块，将近10万块哦，在这个网络或是这个讯号的上面，在现代人好，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观，好，他认为手机重要，他认为网络重要，可是今天的经文是摩西要告诉一群年轻人。他们要进去新的流奶与蜜之地，在那个地方，他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14节的地方，摩西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到了这个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之后，如果你们想要跟其他的国家一样，有一个王，有一个总统，有一个行政院长，或是有一个市长来治理我们，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王呢，不是要追求享乐，而是要殷勤治理。我们把白色的字来，请大家说一次：不是追求享乐，而是殷勤治理。就好像我们拿到手机是要透过手机上面有这样的网络的功能，能够利用这个手机，好，能够联络重要的事情，传送重要的讯息，完成很多的工作，好，包括好像刚才看到1919的影片。好，也是把各样子的画面、照片、影片集结起来，它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一个影片，来传达一份爱的讯息。但是如果你到了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拿了一个非常好的手机，可是呢，却没有把它的真正可以发挥的功能发挥出来的时候呢，追求享乐，就会错过非常重要的机会。所以第二个问题。你知道网络重要，好，虽然手机也很重要，好，可是网络呢也要善加运用。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选举比较重要，还是选民比较重要？哎呀，我又听到小朋友非常棒的答案，给小朋友们鼓励一下。但是呢，我们今年又要选举啊，到了选举，好，这是今年的选举，从8月20号开始起跑。然后呢，到11月28号投票完之后呢，1月3号就任，好，布达，好，然后呢，这个选举才算告一段落。台湾的选举呢，好，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平静，还是一年比一年疯狂？疯狂！台湾的选举呢，哇，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还精彩，还刺激。这也是让我们很多的社会，好，让我们很多的选民，好，真的是要想破头，好，真的是要来挤破头。可是你知道台湾的有多少人口？2300万的人口，有一半的人呢，不是住在台湾各地，2300万不是集中在各地，而是呢，1150万的人都住在这个红色的区域当中。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在上面这个红色的这个红色的地方也住在那上面。我们有很多的人
都非常的集中，但是每一个地方县市所选出来的呢，好，不见得代表了整个台湾好非常平均，这是制度上的问题，好，制度上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看见民意，看见民意的重要。在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有了自己的国家，有了自己的领导者，要知道这个领导者不是你们选出来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的15节，刚才有读过，我们再读一次，请。你一定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你的王，要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为你的王，不可立你弟兄之外的外邦人治理你。这个王好要明白，你能够治理这个工作是一个王最重要的工作。在这次牧师参加1919环台当中，同行的队员里面有一位是现任的台北市的议员，市议员，他也是选民选给他，好，然后投票投上啊，选上。去年他第一次参加1919之后呢，他也非常的受感动，所以他今年又再一次好又来参加1919。在这个15天的行程当中，好就有很多的人，好包括牧师，好有跟这个议员好来分享。虽然这个议员他所属的政党不是我非常认同的政党，但是呢，我会把握好跟他分享的时候呢，好也会为他祷告，让他知道说，今天你在这个位置上面，不是因为选民而已，而是因为神呼召你，把你放在这个地方。同样，今天好，你可能是一位主管，你可能是一位老板，你可能是一位董事长，你可能是一位在教会当中的小组长或是区长，你所做的工作也不是你不小心被选上的，而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你，拣选了你。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来靠得票数，而是要靠上帝的拣选。好，白色的字也请大家说一次，不是靠得票数，而是靠神拣选。所以选举的结果，不论是我们所期待，或不是我们所期待，但是既然上帝把这些的人放在这个位置上，透过民主选举的制度，我们就要承认上帝要使用他们，上帝要在他们身上来彰显上帝的作为，这才是选举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每一位选民要学习的功课，而不是说我没有选上，好，那我就要来搞破坏。你们既然不选我，哇，我就要来破坏这个团体，来破坏这个社会，来破坏这个国家。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而是我们要能够同心合意，好，能够在这个土地上面一起好来彰显上帝的爱。第三个问题，你知道网络比手机重要，你知道选民比选举重要。第三个问题是，你觉得一个国家的国家力量、国力比较重要，还是国家比较重要？国家比较重要，好，很好。如果一个国家好，它有非常多的飞弹、武器、好战斗机、好 F-16，好，然后它有各样子的射程的飞弹，可是呢，这个国家好最后没有了，那你有再多的武器好也没有用。就好像一个人他拥有非常多的金钱，可是他的生命没有了，这些金钱还有用途吗？也没有用途。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你喜欢我们的国家吗？喜欢。你希不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长长久久的下去？希望。这也是摩西告诉这一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你们要进去一个迦南美地，要建立一个国家的时候，要怎样让这个国家可以长久？这一张钞票呢，我觉得它设计得很好，它把我们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去年114年整个政府的总预算的支出要花费在这好几样的事情上面。我们的国家花最多的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左边那一大块，叫做社会福利，总共有多少钱？8310亿哦！一个国家一年要花这么多的钱用在社会福利，可是你觉得够还是不够？不够，所以才会有1919类似像这样子的基督教的机构团体。他发现国家的资源虽然用在社会上1/4，
的预算2、3兆，前年是3兆的预算，可是呢，1/48000多亿用上去呢，可是还是会有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的人需要被帮助。好，接着呢是20%的教育、科学、文化，17%的经济发展，15%的国防。8%好的一般的政务，还有后面有5%，将近6%照顾退休的人士，好抚恤好军公教等等，这些国家的预算、金钱的使用跟花费，好是一个国家运作好能够持续下去。这几块好，如果其中你觉得哪个不重要，把它砍掉。好像我们现在立法院觉得哪一块不重要，他就要把那一块砍掉。这个国家可能他觉得，失去了好应该要有的保护，这个国家就陷入在危险的当中。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我们一起来读，继续读16节，请。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加添马匹，使百姓回埃及去，因耶和华曾对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来到旷野？从哪里出来的？出埃及。好，在我们今年的这个主日学儿童牧区当中，也在讲这个故事。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经过了千辛万苦，终于过红海，逃离埃及的魔掌。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要做苦工，当奴隶，甚至他们的所有的男生差一点通通都被杀光。就是我们今天的男生。出生的男生一出生就要被杀光，他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国家了。可是呢，上帝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救出来，甚至还为他们预备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可是他们却在这条路上，有人吵着说：“哎呀，这条路太辛苦了，在旷野的路太长了，我们很想要回去吃埃及的东西，我们很久没有吃肉了，我们很久没有吃西瓜了。”我们很久没有看到埃及的金字塔了，可不可以让我们回去到祖国的怀抱当中？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想要去迦南地，还是想要回去埃及？埃及哦，你想要回迦南地？好，没有错，因为那个地方才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台湾，我们台湾这一块美丽岛，400年前荷兰人他们在海上，葡萄牙人。他们在海上看到这个地方，是他们在欧洲生活那么久，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岛屿可以这么样子的绿，所以他们叫做这个岛叫做 Formosa， 是一个美丽的岛屿。他们上来之后发现这个岛上，虽然没有跟他们欧洲来比没有那么大，可是岛上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所以400年前荷兰人他们开始在这个地方，他们开发建造，所以我们的台南。开成400年，今年是401年，但是这是上帝的祝福和拣选，让台湾这个地方400年来有了这样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有从台南然后到鹿港，然后到万华、艋舺，所以让我们整个台湾逐渐的发展起来。而上帝觉得这样还不够，160年前，今年是161年。又差派了从苏格兰、英国来的宣教士马雅各·巴克里，又差派了从加拿大来的哪一位宣教士马偕，让整个台湾的教育从原来的汉人的教育变成西方的教育，设学校、盖医院，让原来的这个汉人的这个医疗变成西方的医疗，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教会。让教会能够在台湾的北部、南部、东部、中部教导大家读什么？圣经。让教会能够在地，让上帝的话使台湾人可以学习听到上帝的话，让他们知道上帝是要祝福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你不用羡慕，也不用再回到埃及，而是在前面有美好的路在等着我们。我们的台湾不是要凭借像世界的国家一样，哇，我们要不断的发展，我们要多强大的军备，我们台湾要成为这个怎么样？像当时候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那个日本的领导者突然有一个很大的野心，他要建立一个像英国一样的日不落帝国，他要把日本
好要插旗，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好他都要插旗，就变成一个侵略者，去侵略别人的领土。但是日本人学到教训，这样子的侵略靠武力，最终好是给自己的国家、给自己的百姓、给自己的子民带来灾难。而是但是我们台湾走不一样的路，好，在这100多年来，好，台湾的发展，还有我们看见台湾的竞争力不断的在提升，是因为我们要看见有上帝的应许。所以跟你旁边说，上帝的应许让台湾发光，上帝的应许让台湾发光。所以成为一个台湾人，好，你应该要觉得骄傲还是自卑？在我念国小的时候，我的国小老师啊，我刚才第一场讲台语啊，讲习惯了，现在要那个转华语啊，我的国小老师说，你知道吗？你去国外，好，你说你是台湾来的，他会问你说，台湾是泰国吗？啊，台湾 Thailand 好，他以为你是泰国人。在我小时候，你台湾这个。告诉人，你说你是台湾，好，他不晓得你是谁。你说你是 Republic of China， 他就认为你是哪一国人？中国人，好，他觉得你是中国的一环。可是今天你出国，你拿你台湾的护照，好，你说你是台湾来的，他知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台积电，好，我相信不只是台积电，还有很多的 MIT， 还有很多的台湾的产业链。还有很多台湾的制造，台湾优秀的人物，好，你知道在美国波士顿的市长，他也是台湾人。你知道在很多的地方，很多台湾之光在世界为台湾发光。这一群人把他们在台湾所，好，还有黄仁勋 ，NVIDIA， 好，他在哪里出生的？台湾出生的，好，他几乎好几次成为世界首富。这是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上帝在这个年代，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告诉台湾人很重要的信息：你是一个Taiwanese，你是一个台湾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再次跟你旁边说，你是个台湾人，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是值得骄傲的。所以我们不用去羡慕别的国家，不用想要好像摩西那个时候，他在埃及长大。他要把自己化妆成为一个埃及人，让别人看不出来他是个希伯来人。好，埃及人很会化妆，然后头发弄一弄，衣服穿一穿，好，金项链戴上去，啊，人家就看不出来你是个希伯来人。摩西他会讲埃及话，好，他还读了埃及的书，他有埃及的智慧，可是他不敢让人家知道他是希伯来人。到几岁？到他80岁，上帝告诉他说：“你不用再装了。”你不用再包装你自己，你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希伯来人。你要去把你的子民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子民从这个辖制当中能够得到自由。最后一个问题，在申命记这一段经文当中，你觉得我们的经济比较重要，还是公益比较重要？哦，公益，好，我们这个阿伯，好，很大声的。公益比较重要，可是在我们的社会会觉得哪个比较重要？哦，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太子集团、诈骗集团，跟我名字只差一个字，叫做陈志。我叫陈柏志，他叫做陈志。哦，他的诈骗集团的这个供应链呢，高达4000亿，好，4000亿，全部都是用骗出来的。可是呢，他心中没有公义。骗人家的钱，人家的血汗钱，人家这些长辈辛辛苦苦的钱，有人是救命钱、买药的钱，他把他骗到手，他也不 care 也不管，让很多的人走投无路，让很多人饿肚子。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几个人被骗过，当牧师听到他们被骗的故事之后，只能够为他们惋惜叹息。有几个呢？就是真的是需要这笔钱，有的是想要去投资，有的是想要想要有更好的人生，可是呢，因为诈骗集团让他们的人生陷入到黑暗当中、旷野当中、愁云惨雾当中。
没有了这个公义，这个是我们的台湾的 IMD 啊，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在2025年比2024年又进步了2名。从我们的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还有基础建设，台湾一直在往前冲。去年呢，来到了第6名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台湾好能够在这100多年来的成长，好，你看前面1到5名，好，前面好都是瑞士，好，然后这10名的名单当中，几乎都是欧洲的国家，可是呢，另外一个指数呢，好，我上网去搜寻，然后做对照，就是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公义，有没有清廉，好，所以有一个廉洁政府的指数，台湾排在第几名？第1名是丹麦，第2名芬兰，第3名新加坡。新加坡很厉害，左边第2名，右边第3名，好，然后第4名是纽西兰，第5呢有3个国家：卢森堡、挪威、瑞士。好，前面10名算下来呢，好都没有台湾的份。不过台湾呢，好还是蛮不错的，在这个全世界的国家排行当中排第25名。好，那你知道我们的对岸中国排第几名？好，加100还不够，还要再加上去，好，100多名。好，我们的政府呢，好在世界的连结度来讲，好虽然算是前段班，但是呢还是有进步的空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对于守法、对于道德这件事情看重还是不看重？从哪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你会不会闯红灯这件事情，你会不会闯红灯？好，你会不会在小地方不想守法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贪小便宜，然后就违背法令？这件事情好，就在训练我们台湾的公民。看右边这些国家，好，你去右边的这些国家，好，你在过斑马线，你在过红绿灯，你都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从还有那个在火车站买票，也不用专门有人在那边来收票，因为他们都自动守法，好，所以他们整个政府也都是会守法、奉公守法，好，因为他们有一把尺叫做公义，因为他们有圣经，好，你看右边几乎都是基督教的国家。因为他们听圣经听了500年啊，从宗教改革之后，他们一直有圣经的话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他们在世界上好，他们能够好有很好的竞争力。我们的台湾好，虽然读圣经好只有100多年的时间，可是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会持续不断的进步。摩西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免得王的心偏离，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如果一个 leader、一个领导者、一个领袖，他心中好只是为了想要满足自己，我好不容易拜托选我，给我1票，然后呢当上了市长，当上了县长，当上了总统，结果他想要再当上了立法委员，在他当官执政的这个时间呢，他不是真的为选民、为百姓，而是只是想办法，哪边有内线消息。好，哪一只股票要上市，哪一块土地好要盖捷运，哪个地方要有这个都市规划，赶快有这个报备啊，好，然后赶快先去便宜的时候先去买，这样他就可以发大财。好，哪一些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山坡地，好，现在没有人租，哇，赶快透过这些想要为自己多立基业，这不是合神心意的领袖，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啊！上帝告诉我们，世上的君王都是暂时，在这个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君王，亚历山大这个国王，希腊帝国的国王，死的时候才30岁，才30岁。可是据说他在死的时候，他也是让人家看到他的2只手。他建立了一个欧亚非的帝国，好，在20几岁，好，这样从希腊一路打跟蒙古对干，可是呢，最后他还是2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圣经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这位王来到世界上，耶稣告诉世上的王，也告诉我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怎样？成为一位王，成为一位领袖。成为一位领导者，
你不是说好来人呐，好帮我捶背，我现在也好希望有人能够帮我捶背，来人呐，帮我按摩，来人呐，帮我拿便当，好来人呐，好帮我扫地。一般的人当王，就是我好不容易当王，我能够享受。可是耶稣基督他成为万王之王，他不是要来受人的服侍，而是去服侍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8章到第9章，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好像1919，耶稣到了每一个乡镇去，看到那边贫穷的人、生病的人、困苦的人，耶稣就怜悯他们，就帮助他们，就在那边留下来，为他们医病赶鬼，教导他们天国的福音好消息和道理。这就是教会所要做的事情。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牧师去看了这部电影《误打误撞》。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人有看到这一部电影，有看的举手一下。我们翠芬长老已经去看电影。好，牧师在这边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电影。为什么呢？这部电影它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哦。他在描写的背景呢，是在讲一群的女性，她们因为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亲子的问题，她们都来到了监狱。在监狱当中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在监狱当中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在监狱当中是一个无奈，有人被关10几年，有人被关20几年，有人甚至要关到死、关到老。可是呢，在每一个人在来到监狱以前，他们的人生其实都有非常悲惨的故事，但是他们却在监狱当中凝结在一起。很多人在监狱当中就是看谁最坏啊，谁能够成为角头啊，谁能够成为里面的大姐大。可是最后他们却选择了合作，他们放下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主观，每一个人放下自己心中的仇恨，最后他们为了要帮助彼此能够完成他们的愿望，所以他们愿意大家好好的停下来参加合唱团，一起好好的发音练习。他们要好好的把他们不会唱歌的，好好的听从指挥，好好的来练习。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去经历那个不可能的变为可能。看了这个电影呢，记得呢要带什么卫生纸，要带这个卫生纸，但是呢，我觉得带卫生纸也不够，因为你看完之后就干脆结束之后再一次擦就好了，因为非常的催泪，但是也非常的感人。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的电影。因为这几个人的故事，其实在台湾只是一个缩影。虽然它是韩国改编的，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真的有太多的人，他们都需要有阳光，他们都需要能够有人来听见上帝的话。你知道我们在读《生命记》的前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实行安息年，豁免人家的债务，神说，在你们的中间就不会有贫穷的人。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搞社会、搞经济，想要让这个世界能够贫富差距不要那么扩大，搞了半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其实上帝已经提供了最好的方法，叫做安息年。每6年的第7年，你要让人得到自由；每第7年，你要让土地也得到安息，这样你们中间就不会有穷人。可是我们当今的社会是谁也不愿意放下我的权利什么你欠我的钱可以不用还欠我的债可以欠我的这些都可以一笔勾销，不可能。所以难怪我们的中间还是有贫穷的人。甚至上帝说，当你遵守上帝的话，你的国要成为大国，你会借给许多的国家，你不用去跟别的国家来借钱。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很多的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然后就要去跟中国来借钱，
然后要来一带一路，好，借中国的资金盖机场、盖高速公路、盖港口，好，然后割让土地签约99年，盖到后来桥也倒了，好，飞机场也不能跑了，好，很多的码头好也不能运作了。这不是只有中国或是其他国家的问题，而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听上帝的话。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为在上位者来祈祷，为我们的君王来祷告。或许我们不能够成为像市长、像县长、像总统、像君王，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领袖。跟你旁边说，你可以成为很好的领袖。领袖，我们在去年读了撒母耳记，就知道王这个字呢，跟牧羊人是同一个字。成为一个君王，其实就是要学习像一位牧羊人一样啊。在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下午我们有牧养同工会，在教会当中呢，我们总共有60几位的牧养同工，在做整个迦南教会的牧养的关心的工作，好，包括我们的阿嘎佩牧区。这些老师们也是牧养的同工。我们的教会有600多个会员，还有成人的会员，还有120几个儿童的会员，所以加起来我们教会有744个人。744个人，谁可以来牧养他们？几个牧师？你觉得需要几个牧师才可以牧养这么多的人？我觉得可能5个牧师也不见得有办法牧养这么多人。最重要是我们需要有这一群的牧养同工。所以感谢主，我们有7个牧区长老，我们有14个区长，我们有35个成人的小组长，我们还有4个儿童的这些的老师，来牧养这些744只上帝的羊，为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上帝所关心。而一位牧者最后有3件事情必须要做的事情，在今天经文的最后3节，我们一起来读第18节。他登了国度的王位之后，要在利未家的祭司面前，将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写一份在书卷上。这里讲的是一个王，但是也是一位牧者，牧养的同工，抄律法书。好，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就是要写灵修笔记，把上帝的话每一天都能够挑金句、读经文、写感受，让上帝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第2件事情，1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书要存在他那里，他一生的年日要诵读，好使他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律例。我们写灵修笔记，读上帝的话，是要让我们能够学习敬畏神、敬畏耶和华，让上帝的话能够被实现出来。就好像当初160年来的宣教士，这个因为我还有时间，我可以再讲一个故事。我这礼拜遇到一个93岁的牧师，这93岁的牧师呢，跟他聊了之后才发现，他的爸爸是牧师，他的阿公也是牧师。而且他的阿公呢，就是马街帮他受洗的，第一批的学生当中，然后呢，他们3代呢，阿公、爸爸、儿子孙子，都在苗栗教会牧会，都在苗栗长老教会，也是我们新竹中会，3代加起来做苗栗教会的牧师75年，75年，这个是破台湾的记录，3代都是牧师。他们让苗栗这个地方客家村这个福音的印土，可是呢，他们却能够在苗栗的市中心建立了教会，这个苗栗最大的市场米市街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了教会，然后让每个礼拜天、每一个礼拜来买菜的人都知道在这里有个教会，在教会你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话，遵行律法书，读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你就能够影响社区、影响城市、影响社会、影响国家。所以读圣经重不重要？我们今天有50位的家长一起来参加第2场的礼拜。家长们，你的孩子圣经读得好、读得不好，不是教会的责任，是谁的责任？家长的责任。再说一次，
你的孩子圣经读得好或不好，不是哪个教会，不是哪个主日学校，不是哪个牧师可以搞定的，是做家长们的你的责任。你自己本身要先学习读圣经，你自己本身要成为一个孩子的榜样。所以牧师娘也分享说，他这次灵修笔记呢，他以前都是在房间里面躲起来写，他说他现在呢都要在客厅写，为什么呢？他要在小孩子的面前，知道说，他的妈妈在读圣经，他要让他小孩子知道，留一个榜样。还有很多，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很多的信仰的长辈，阿公或阿嬷，你对他们的印象，就是他们读圣经。他们为什么读圣经？除了读给上帝听，他也读给他的家人听，读给他的孩子听。最后20节，当你不读圣经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开始高傲，偏离了诫命，或向右，或向左。但是当你读了圣经，你的心就会被约束，你的心就会警醒，你就不会偏左，就不会偏右，而你的后代子孙就可以长久在迦南美地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台湾的后代子孙最需要的不是最先进的科技、国防、武器、经济、手机，需要的是继续要能够读上帝的话，能够继续来学习上帝的诫命。虽然这本圣经好读还是不好读？不好读，很难。但是呢，我们有不断在翻译圣经，让上帝的话可以让你用更能够明白的方式读到你的心，让你能够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你的上帝，让你的心能够来回应上帝的爱，尽力的爱上帝，其次也是要爱人如己。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台湾是上帝所祝福的土地、岛屿和国家，让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就像以色列，他有被多少的国家包围，每个国家都要向他发射飞弹。阿拉伯、也门、约旦都要向以色列哈马斯一次射5000枚的飞弹。在以色列复国1947年的时候，他们说几个小时内，24小时3天就要把以色列打下来。结果打到现在，以色列都已经复国70几年，这个国家还是好好在那边，因为他们继续读上帝的话，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国防。上帝的话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济，上帝的话是我们最重要的教育。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都需要读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得到上帝的保护。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身为台湾人，是何等的骄傲，也是何等的幸福。让我们看见台湾在短短的100多年内，能够从一个非常落后蛮荒之地，今天成为世界上顶尖的国家，成为世界各国各样的指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还有进步的空间，我们的社会还有修补医治的空间。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让我们这样，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只有单单的来做礼拜，我们还要回应神的爱，我们要把这份爱带到社会，带到我们的校园，带到我们的职场，带到我们的四周围当中，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特别是活在旷野当中的人，在黑暗当中的人，主啊，愿你的话语就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在监狱当中受刑罚，让他们能够被阳光所照射，让他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发光。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我们今天在座有许多孩子，这些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是我相信上帝的话进入他们的耳中，进入他们心中，要发挥极大的能力，在他们生命当中要彰显极大的影响力，让他们一生到老都不偏离上帝的话。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颠覆，我依靠你。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你是爱我的天父，在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来宣告阿爸父，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化所有的咒诅为祝福。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化所有的咒诅为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不晓得你现在的人生是在旷野，还是在青草地、溪水旁？但是要知道，上帝的话要引领你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帝的话不是一个礼拜天来听一次就够，而是你要每一天，好像玛纳一样，一大清早就要在太阳出来以前去捡拾，上帝的话才不会挥发、蒸发、消失。求上帝帮助你，让上帝的话带领你每一天，因为上帝的话，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上帝的话永远不废去。你要知道，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看每天的股票，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手机，不是网络，这些都是暂时的。我的手机买的时候1万多块，坏掉要拿去修的时候修8000块，但是拿去卖不到5000块，才用了多久的时间？再好的手机，再新的产品，它的价值很快就过去。但是这本圣经，你要好好的珍惜，它已经到如今3000年的时间，摩西3400年前所说的话，一天的价值比一天更珍贵，比黄金还值钱。
你要好好的看重神的每一字每一句，让上帝的话充满你，让你的人生充满了价值。我要为你来祷告，你要为你自己来祷告。愿上帝帮助你，帮助我，让我们在旷野中，或是在青草地、溪水旁，我们都能够走往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国家都能够蒙受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听见你的话语，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孩子，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做神眼中宝贵的儿女。让我们知道圣经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卷书，上帝的话每一字每一句永远都不会废去。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诫命。主啊，我也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能够成为儿女们的榜样，让他们能够专注聆听神的话，让他们能够生活在神所喜悦的公义和平当中，让他们的家庭能够被神的话语所建立，有耶稣基督成为他们家庭的主，让他们的儿女能够敬畏神、孝敬父母，在学校、在社会当中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位长辈，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让我们继续能够在教会爱神，尽心、尽性、尽力，也要把这份爱带到社会当中与人分享，能够爱人如己。求主垂听我们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神的爱，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爱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全心全力爱神，也能够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大声的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好，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等一下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们中间这4区椅子不要拿，椅子不要收，右边跟左边的区域收就好了。好，那彼此请安，愿神祝福大家。